道场可以再轰炸起来，也值得了。然后那跪了半天也值得。所以后来的精进班就从那时候开始啊。为道磕头，血沫流，为道表白真诚浅。啊，就是大家想一想，你们应该感到汗颜、惭愧。那这样讲，你看指定哦，惠州就是刘惠州，老前贤，堂前来听命，寿命离你半年嘛，就叫他替其余人办，因为在老资格嘛。银宝二卢李节殿，哦，不是李节殿的哦。刘惠州得点儿师，张雅乔当点儿师，因为当年是有当导师，只有这样子，那就可以了啊！而且他这样子就说，裁剪日期有技工，技工是当家的嘛，所以老师决定日期，后来是29号就办，过了4天，我不能再拖，为什么呢？子龙实现经理制，法会过后即办圆，子龙得子1年后，吴方允许来结缘，对吧？把功德做好了，来敲敲果位。好，1年之后，你看3天法律院，义军大将军结缘训，就不一样了，还在跟我们劝。他就说：趁有人生，勤修炼，时过境迁，悔恨别。今生不向死生度，万劫不复列有权。修对天道办一信，修对凡情家属牵。权贵龙香何贪恋，峨冠博带不值钱。权贵是有钱，龙香呢压了5风，那个千里马在奔腾的时候，头是昂首阔步，